这个特色游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它是用军事为主题的一个公园，所以说它整个在施作包括的过程当中，细腻度就要比较高一点。那总共我们用了1500万，接下来我们有特工盟相关的一个团体来跟我们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设施的一个体验，然后也经过蛮多人的一个游戏玩的以后，认为这个游戏其实是非常符合在地的一个文化跟在地的一个工程。总共我们有投入了将近6亿1000多万元的一个经费来施作，会在黄市长的任内能够将整个一个特色公园能够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完成。那希望未来我们朝着到每一个区都有一个特色游戏公园。为什么会建立这样军事的公园？因为这个是以前建村的关系，所以我们才会考量到我们施作这个公园，就是从我们以前建村以前这个是陆军比较多。所以你看，我们那个看来有碉堡有那个钢丝网那整个构想是根据这样的构想。最主要有分大概5大区域，堡垒游戏区跟工兵车，还有我们的军事涵洞跟我们的500障碍，然后给小龄朋友的一个秋千游戏区。那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些结合一些军事训练像攀爬的一些行为，还有一些挑战的特色。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检查。检查声明检查。平时园区原来是一个平时营区，有的军方的营区。那我们经过重划之后，这个地方产生出来的新的这个公园，我们当然是要以原来的这个所谓的军事主题为这个目标。相信很多亲子之间对于台南市的第一个军事特色的这个公园一定非常感兴趣。我们现在有交通特色的公园，有军事特色的公园，还有其他许多特色的公园都能够展现那个地方的因地制宜能够建构一个适合亲子共游共融的一个游戏的场地。另外是讲过，欢迎收看6月12号的中港台南电新闻。议员陈碧玉伫总集村将对去年南科的灯会甲圣诞跨年第一站，嘛伫南科的这2场活动，因为参与人数甲成效会当讲是一炮而红，嘛可以向市长积极争取今年一定爱搁再继续举办。对此，市长表示，只要经费稳准，家长嘛愿意做。2024年台湾灯会伫台南圆满举办，各种主点延续到南科发光发热，因为启灯加上亲子活动，得超过2万人次，相当成功。加上圣诞跨年第一站，嘛选定南科举办童趣嘉年华，2场活动效益拢超过预期，尤其是少年族群甲亲子的踊跃参与。第5市长家己拢讲一炮而红，所以议员陈碧玉伫总集村嘛积极替地方请兵，要求市长今年一定要继续办。伫南科这个所在，咱会当办这个活动，其实对南科区来说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啦，哈。而且嘛受到咱所有年轻的群众啦，哈，然后年轻的父母的一个肯定啦，哈。所以市长，你莫跟我讲，若经费会使的时阵，咱继续办。你爱跟我承诺，今年要搁继续办。我爱甲议员讲就是你爱支持咱的预算的增加啦。当然啦，这个是为什么？因为我坦白说，去年因为骁龙文化，我们本来是麻豆麻豆是曾文区骁龙是北门区，是，然后还有新营。还有这个，我们1300万左右，是办了这么多场，那我们的那个亲子活动就是只有2场，一个在曾文区的因为去年正好骁龙文化园区在整修，是，所以我们把那个移到南科了，想不到一炮而红，对，所以说今年如果要再降了，因为今年骁龙那边可能整修好了，我们还要再办，所以变加场加场要加钱。
加场要加钱没有错，但是市长加汤加料要加价。议员除了为南科民众争取福利，嘛接受一位专考争取期失败，加诊所协调无成，尽力诉讼的68岁老先生陈情，因为后续伊的口腔溃烂，身心受创，已经求助无门。议员除了希望卫生局持续介入协调，嘛呼吁民众慎重选择去科诊所。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今年东土的沙仑派出所预计明年10月特别完工，议员多数人都来关心关键人力的需求，嘛进一步要求消防第5大队文兴分队甲德南派出所的行警工程一定要加速施行。对此，市长回应尊重专业的规划，希望年底进前发包动工。议员多数人表示，桂林发展快速，因应治安需求所诞生的桂林派出所，在今年动工以后，预计明年10月得当完成。除了表达欣慰，嘛关心后续30几位警力需求，要求局长一定要全力争取。另外，桂林区的德南派出所甲林德区第5消防大队文兴分队，嘛拢因为建筑老旧面临重建。虽然市区分别编列7700多万甲9400多万的工程预算，不过到底当时发包动工，议员呼吁一定要尽速进行。右边德南派出所，左边文兴消防队。起起来的形态就是安尼，市长拜托，咱伫今年年底赶来发包，赶来动工好无？我技术面无问题，我就无问题。好，我就尊重专业的技术，而且我嘛甲议员报告啊。咱这是重实用啦。是。警察跟消防非常重要。都是很重要，而且很朴实的单位，不动花俏。对，所以越快越好。对，因应南关线快速发展，要新起的警政甲消防厅舍，除了提升民众治安、交通的需求，以及沙仑科技园区特殊救护救灾效能，嘛是基层消防甲环境避勤生活环境的改善。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下边有好康要报你知，配合6月10日年中购物节，中价款品特别推出超优惠的促销，民众只要伫6月12到19限时8天，到中价款品专通路申办1G 上网，搭配戏院的串流客啊，迄个是优线电视指定方案，不止每个月上悬属400块。也要请你看3档的迪士尼 Plus 标准方案，甚至可以当抽纯金的米奇吊饰顶好康。暑假就要来临，迎接年中上大盛事6月18购物节，中高款品自今年3月，甲着全球上大的运动串流平台合作，得到消费者真好的回响。现在佮甲全球上受欢迎的影音串流平台迪士尼 Plus 合作。推出1G 的光纤上网，搭配剧院的串流阿爸，就会用伫厝内享受6大基感的剧院级的影音。中嘉宽频继3月与全球最大的运动串流平台ZOZO合作，再携手全球最受欢迎的电视串流品牌迪士尼 Plus。未来中嘉宽频用户在家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迪士尼 Plus 6大旗舰品牌内容，包含迪士尼、皮克斯、漫威、星际大战、国家地理频道，还有综合娱乐品牌的 Star 等电影节目的一站式影音串流服务。那大家在使用中嘉宽频的同时，也可以使用迪士尼频道，让大家可以在家好好的享受在家的愉快时间。业者对今日起限时只有8天，民众只要办公签，不但每个月上悬节省400块，而且影音娱乐，佮请你看3档，等于现赚24000块。即日起6月12号到6月19号，限18天，凡到中嘉宽频全通路申办1G 光纤上网搭 Soundbus 剧院串流盒或数位有线电视指定方案，我们月租费狂降400，最高月省400块哦。其实再送你看3年迪士尼的标准方案 ，WiFi 的全通免费赠送，数据机会免费升级到 WiFi 6等多重的限定方案，现买现赚。
最高赚多少？24600。民众对今日起到6月19，只要伫中嘉宽平传统路来申办1 G 的公签，完工以后，还佫会用来抽市价17000块的米奇黄金吊饰。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拢会用到中嘉宽平来下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培养有国际眼光的青年世代，金车文教基金会对2023年所推动的国际志工计划，因为支持外籍青年志工迁入台湾各中小校园，一方面协助双语教学，促进多元的文化交流。另外，嘛期待缩减城乡教育资源落差，让囡仔对无同款的眼光来看世界。今年度来自奥地利的国际志工纳丁，伫台南永康国中来担任协同教学的工作。12号上午，金车文教基金会甲台湾国际青年文化交流协会，以及台南在地长期推动参与志愿服务的俊业文教基金会，到永康国中实地来参访国际志工的教学现场。金车文教基金会跟ICYE 还有俊逸，已经合作超过8年了。然后在这8年来，我引进了非常多的外籍志工来到台湾做服务。那在这个机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孩子在跟外籍志工互动的过程当中，他们找到了自信，也充满了对国际的一个好奇心。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历程当中，让孩子打开世界观，让他们对国际事务是有多一点的了解跟认知，让他们在未来的旅程当中，人生的旅程当中，可以更多的去探索，让不会只有把视野只有放在台湾，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好奇心，可以去打开世界的大门。纳丁除了分享家己来台10个月甲学生的相处，分享无同国家的无同文化，伊嘛表示家己嘛学了袂少。My name is Nadine, and I'm doing my volunteer for 10 months. 我是 Nadine， 然后在永康国中已经服务大概10个月左右了。那来这边服务的期间呢，主要就是老师可以来预约我的时段，然后预约到的话，我就可以进入课程，跟学生做一些教学上的互动。那教学的内容包含了厨艺啊，然后关于奥地利的一些文化基本的文化，然后例如说像是回收啊，以及其他的内容。然后我来这边服务过后呢，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觉得我变得非常的外向，然后变得更有自信。I'm now more outgoing. I'm an introverted person, but it got better. So I'm really happy for that. 纳丁除了接受无同班级老师的有约时段，甲学生来接触，其中接触上深的，就是寄宿的家庭，永康国中的邱佑轩同学，唔定分享着甲纳丁的日常生活。其他的同学嘛拢真介意外籍志工的课程。卫师纳丁来到我们家，然后让我就是可以，就是跟外国人沟通不会那么的困难，就是很熟悉，然后也可以跟着他一起学习英文啊，学习他们奥地利的美食啊，然后古迹之类的，然后有时候也会跟他一起出去，就是带他认识台南的一些美食古迹。他的课很有趣，然后就是很好笑这样，然后老师的 PPT 做的真的很漂亮。然后他会用比较简单的英文单字，然后来教我们学习这样子。我很喜欢 Teacher Nadine， 因为 she's friendly， 然后我可以不用害怕自己讲错什么东西，就是变得比较有自信，然后去跟外国人沟通这样子。金车文教基金会透过甲台湾国际青年文化交流协会推动飞扬国际志工的计划，今年预计支持8位国际志工来台服务。希望在国际志工的陪伴甲影响下，语言的学习无搁再停留在课本顶端，希望培育少年族群有无同的视野甲世界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报你知。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
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市海淀国小的小大江河流读册会今年届满20周年，所以师生特别整理守护河川的教学故事。对今仔开始到下热期间，伫学校的图书社办展览，副市长赵清惠嘛特别到场勉励学生。满满的地种记录，致力推动环保的海淀国小小大江河流读册会。倡议陪伴囡仔行踏家乡河川，对2005年成立到今，正式行过第20年头。请剪彩。青师生特别举办特展，以环保工艺进行策展，展现守护嘉南大圳、山海圳国家绿岛的公民学习行动。见证大江河川对垃圾豆豆变清气的环境地理历史。我参加过近堤河川巡守、水质检测跟青春夜行。我觉得我是家乡的一员，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我的力量去让家乡变得更美好。即马这条大江内海的支路有无吼？沿路唔但有树啊，也阁有这个招潮蟹啊，转来到这。尤其最近阁发现到国际濒危这个海草，就是贝克氏盐草，所以代表讲咱守护客船港守护环境是有的重要性的。让孩子们他们去看到说，20年来我做的虽然是一小步的东西，但是你们一棒接一棒的传承，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果，就好像每个人是一块小拼图。小大江透过以河为师的理念，带领学生认捌大江家乡，成果相当的好。海淀国小嘛，把河流课程加入校本课程，希望每一位学生拢会当参与，成为爱乡河水的经济。历年来的这些成果手册，还有他们的壁报，还有我们的旗帜，所以来这里非常的感动。可以看到不管是小朋友在国小的期间，一直到他们变成大朋友，都对我们的故乡发挥一定的这个认识。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嘛特别到校参观，肯定小大江，希望未来继续培养小公民，营造永续未来的生活家园。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想要食下午茶有啥物好的选择？为了台南永康有一间鸡卵烧，是由一对好朋友所创立，店内主打各种创意口味的鸡卵烧，而且虽然用规粒鸡卵来料理，不过介绍的接受度拢真高，包括 IG 网红梅生嘛大力推荐。一边打上整颗鸡蛋，一边倒入面糊，这是经典的原味鸡蛋烧做法。不过，在台南永康的兔子高帽鸡蛋烧，除了加入整块 Oreo、芋泥等口味，还有着特殊创意口味榨菜豆干。我们会到处去吃别人家的，然后再自己创新研发。对，然后像榨菜豆干，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口味。从加饭加面，然后现在加到鸡蛋糕。古早味榨菜刷脆又好吃，评价最高。咸口味的鸡蛋配爆馅拉丝的起司，以及甜口的卡士达和黑糖麻糬也是大受欢迎。尤其面糊原料是使用纯牛奶不加水，加上减糖比例，让美食网红梅森大力推荐。这个从内馅到这个外面的这个鸡蛋糕蛋糕体啊，都是这个老板娘自己做的，非常好吃。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开将近5年了吧。然后他们有咸有甜，然后它也有就是一半是蛋的，一半是鸡蛋糕的这种口味，反正口味很多种，然后里面还有卖咖啡，所以就是很适合当什么下午茶。店家更坚持现点现做，给客人品尝到最好吃的鸡蛋烧。下午茶时间一到，还能再来杯咖啡，沾上鸡蛋烧一起吃，别有一番风味。记者宋怀谈的报道。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台北市环保局的行动资源回收车特别选择伫即天举办开跑仪式，吸引上百名民众揸着废弃的电池、家电等物品，再用对外使用的卫生纸等好礼。环保局长表示，日后行动资源回收车拢会当主动到社区清理大家无碍回收物，欢迎各界向环保局申请。我们正式启动先车门。
在台北市环保局长徐世勋与嘉兴里里长郑志耀共同启动下，行动资源回收车台北动之号在世界环境日正式开跑，以废弃电池、家电及3C 类为主要回收物品。除了避免引发火灾等公共安全问题，也希望借着回收物换使用好礼的方式，鼓励市民养成资源回收好习惯。因为之前我们就一直希望说，民众可以把家里面比较不会用到的电器3C 类，因为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容易起火，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减少这些公共安全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就启动了这个动资号，一方面呢也让大家可以兑换一些生活物资，另一方面也让大家有一个可以资源回收的习惯。所以我们想说可以让台北市我们已经是全亚洲这个资源回收算做得很不错的城市，但我们更希望大家这个慢慢更养成习惯。特别的，这项活动也吸引上百位嘉兴里民，在绵绵细雨中带着大批电池、还有电风扇、手机、电脑萤幕、键盘等回收物品前来兑换卫生纸、专用垃圾袋及洗碗机。作为首发站，嘉兴里里长郑志耀还加码赠送粽子给里民，感谢里民共襄盛举。嘉兴里今天很高兴的荣幸作为第一站开炮的首航。那我想说，台北市政府环保局现在呢，原本暂停了这个多彩多姿的这个社区的资源回收活动，但是现在又启动了这个动资号，实际让这个行动的资源回收走入社区，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那尤其现在所推行的是回收一般垃圾车不会回收的东西，例如小家电、资讯用品和废电池。那这些东西其实放在家里也都是一个很麻烦，甚至废电池是会有危险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真的很高兴环保局愿意让我们里办做登记，然后走入社区来，例如说可以每个月来进行这样的一次回收。不仅是对民众方便，也是对于家里的一种安全。希望呢，环保局可以多多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清理家中不用的家电与手机等3C 物品，还能换回卫生纸、垃圾袋等实用商品，也让嘉兴里民直呼很有意义。准备了电锅，还有电磁炉，对，很好，就觉得不会浪费啊，搞不好他们回收可能还能再利用，也不一定。资源回收才不会把东西不好的东西留在那个环境啊，这样才好啊。那你今天带了哪些东西来这边换？我看你好像带是全场最多我带了，都资讯的啦，还有电池，还有家电嘛。来，放下这个也是对。环保局长徐世勋表示，台北市资源回收率已经是全台第一，期盼透过这一次与全市465个里的合作，让行动资源回收车深入社区，提升废弃家电与3C 物品的回收量。一开始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各个里他们如果愿意一起来做，因为像本来台北市的资源回收率67%已经是全台湾最好，那在亚洲也是排名数1数2。但是我们更希望说能够让民众真的会觉得，很多家电平常大家比较不习惯拿到线上来丢，所以我们希望说，一方面是让这个收回来的家电量可以更多，那另一方面也希望我们台北市456个里，那有些里呢，他们可能过去比较少做这部分的资源回收的。等于说交换活动，那未来我们希望说可以更多的里一起参与。这一次动资号出任务，总计回收了电视、电锅等120件家电，各款手机30只，电脑、平板等100件资讯物品及高达5000颗废弃电池，成果丰硕。接下来动资号将前往更多里、社区、机关及学校，欢迎各界踊跃申请，一起用行动守护环境，实践永续生活。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大流国际帆船比赛日前伫基隆渔港登场，总共吸引14个国家，将近300位选手参加。而且除了帆船比赛，也规划水上体验营、帆船小学堂以及摄影比赛等活动，让民众做回来感受山海城市的吸引力。蔚蓝海面上，31艘帆船陆续向前航行，相当壮观。台流国际帆船赛星期天上午在基隆登场，难得好天气，不少民众都来观赏。在那个海上
竞赛那种感觉，很特殊。然后又可以看到就是有山啊，有海啊，然后有很彩色的帆船这样子。他今天还特别带望远镜，就是要看那些船比赛，对不对？很棒的一件事。怎么说？因为难得有这个1年1度的那个帆船比赛。所以你特别来拍的几乎每年都会来看的。日本宫古岛市长加速登前一天拜会市长谢国良之后，周日也在副市长邱佩玲、民政处长吕庆伟、立委林佩祥、基隆区议会理事长简建辉、总干事陈文清等人陪同下，亲自搭上帆船为活动鸣枪起跑。今年1月才上任市长，那第一次就是第一个拜访的姐妹市就是基隆，因为基隆最近哈，他的大家的那个盛情欢迎哈，他很高兴。2年前我们就见过面了，非常开心，我们一起晚宴。那一次去我们参加晚宴的时候，很高兴是看到各国的选手大家合在一起，然后很多是从台湾出发的，看到我们就很高兴，说啊，你们当时办的活动办得很棒。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起点办，那 ending 在宫古，其实两市的友好从这边更可以展现出来。出发前，选手在碧沙渔港内准备待发。不少民众携家带眷前来看帆船，而每年基隆举办台流帆船赛，都吸引各国好手前来参赛。然后今天我们很开心因为航海其实不是只有大人的运动，我们常常看到大人他们在这边玩，可是其实对小孩来讲会让他们更勇敢，知道呢，其实海并不可怕。只要你知道怎么跟它共存，利用风，其实你可以到达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特别我们台湾其实它不是一个小岛，其实它是连接到世界每一个地方，所以呢，他们玩起来就很开心。来，把我们的 logo 露出来，来，怎么念？1、2、3 ，Hero to Hero， 耶！用风力的话，就是看风向了，就是我们是。如果风向不对的话，因为我们也想减少时间、减少路程，因为我们是差不多68小时来嘛，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时间，我们的方向不合适我们走，就风的方向不合适我们走的话，我们就需要用动力了。大概有8个国籍的船队，然后还有大概14个国家国籍的选手散落在这个35队里面哦。那这一次的比赛是由基隆到宫古岛，那总共分成3段赛事就是第一段就是我们基隆屿的绕岛赛就今天登场，那再来就是越洋赛由从基隆到宫古岛，那第3段是宫古岛的赛事，那总共有3段。是也有这个从香港过来的船只就因为在过境这个澎湖的时候也不小心触礁那但是他们选手后来也是到台湾来跟其他团队来一起来比赛那就是表示他们就是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盛事1年1度国际帆船赛集结了帆船好手和山海爱好者，也让民众难得可以近距离欣赏帆船，感受基隆独特的海洋城市魅力。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感谢收看6月12日中间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怎么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带
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